请收看《古井情深》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深深的人无开话，心痛一摆一摆惊，笑笑一句随缘啦，无看破当安怎？无情人。 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人，目屎好干，唔通留半滴好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 阿妹啦，你会忝未？袂啦。出来行行的啊，总是安尼比安尼规工关伫咧厝的搁较好。好是好啦，啊毋过吼，若互阿母知影哦，你一定会念我臭头。若讲骂哦，已经阿母骂习惯啦，还是讲安怎骂哦，伊嘛是爱咱好啊。对啦，我有去卫生所请教医生咧，医生伫咧讲哦，讲哦大腹肚的人哦，都爱出来行出来运动。 下摆要死的时候才会好死。哼，想袂到伊阁遮尔啊有心哦。要做老爸有遐尔啊简单哦。你先从啥啦？我听看卖咧啦。有听到声音无？有啊，我有听伫咧叫呢。叫啥物？我听伫咧叫，伊叫讲阿爹啊阿爹啊。啊，毋是咧搬古装，个阿爹阿爹。啊，你有听到叫阿娘无？我有听。 有听到无？有啊，伊搁伫咧叫安尼。啊，真的哦。哎，但是哦，伊即摆毋叫阿娘呢，伊叫讲啊妈咪妈咪安尼呢。乖。啊，哦，蛤蟆你也伫咧骗我，哦，转来你就知。行好啦。好卡在，阿母还搁伫咧困，今日要倒来。准义啊！阿母，阿母，你千交代万交代，讲叫你这个时阵唔通带阿妹来去献风，啊你拢无你好听呢，啊唔拢无你好信道。门前敲电话来，叫你去公司一撮人。敢有讲啥物代志？我嘛咧想奇怪咧，恁两个斗阵开一间公司，啊文成个无差啥，啊你安尼硬生生啦，啊敢拢免人斗相共，啊一定敲电话来就是有代志要找你啊，去一撮啊！你紧去啦。阿母，我即马随来去。嗯。这准义啊吼，即摆较早是差足济啦。来，啊等紧一下。 是休困一下哈，阿母啊，嘿，啊你感觉最近即马变安尼，是好还是毋好？唉，歹囝回头当然是好啊，啊像伊变到安尼啦，老路啦，啊无想要认真趁钱啦，啊他囡仔要出世安尼，啊敢拢袂紧张。阿母啊，正义伫公司赚的钱有够咱用啊？我这毋是咯，规工伫咧做硬生生，免哪有钱通趁。
阿丽伫公司做会计，你若毋信吼，你会使去问伊啊。我才想要问看卖咧，到底是你变啥人啊？真久无看吼。你来要创啥嘿？我是要来找阿丽啊。啊，你啊，规半年拢无倒转来啊？明仔载伊去倒位？是安尼哦。那阿丽无伫的，我就歹甲伊叫了啦。歹势吼，我先来走啦哈。小等下。啊，物件我摕转去。这傲人哦，毋知过来要创啥货啦。阿美啦，我甲你交代哦，等下阿丽转来吼，毋通甲讲这傲人来找伊啦。阿丽已经转来半年啊，心情拢平静啊，毋通搁甲即款人高高甜啊，知吼？我知影。哇！你著照安尼去甲人讲，按后生问题再来甲我联络。儿啊，歹势，互你等遮久。无要紧啦。啊，我听阿母讲，啥物你拍电话要找我，我想讲毋知啥物代志煞紧变嘞。啊，就安尼啦。咱公司的业务哦，拢有照计划咧进行。啊，这开发土地的财团啊，看咱咧趁钱，嘛想要学咱的做法，要开一间公司来甲咱竞争。儿啊，啊你看，要安怎做才好？这啊，若讲在地资源是咱公司三派人伫咧掌握，伊若要甲咱竞争，恐惊无遐尔啊简单，所以你也免紧张。即马就是上重要，咱的服务顾好，比较咱也占较赢。对。啊，听讲财团有派人要来甲咱接触，就是毋知影讲因的目的到底是啥物。这目前我是无法度通好判断，定等下因派人来，大家来讲了看安怎，最后咱才会做一个分析。哎呀，这是咱公司这个月业绩的统计，你看卖咧。阿丽啊，你坐啦。真好。咱公司这个月利润哦，足足加顶个月多加1倍出来。儿啊，啊你看还有啥物所在需要改进的所在？免讲，为啥？你已经做了有够好，你才有够分量，你要甘拜下风。袂啊啦，儿啊你毋甘样。儿啊，你若遮尔谦虚咧，当初公司啊，也无你的规划哦，三兄无可能做到遮尔顺利。相对来讲咯，应该是你，我讲了对无？哎，对。借问者，阿丽，凊彩，你是来这厝要创啥？你叫老凊彩，是迄边的总经理。是啊。儿啊，三兄，你莫插伊啦，因为我无想要搁看到伊。阿丽，歹势啦，讲来讲去哦，拢是家己人。这个都是自家。林刚哦，我好来拜吼，吼，多谢，歹势哦，交了，歹势。当时啊财团派来甲咱接触的，就是这老俊才。是讲咱遐尔啊拄好。派这个卡小来甲咱接触，甲咱当做啥物？为啥？拄则迄老凊彩，看起来毋是简单的人，你嘛莫想过大意。儿啊，这摆哦，你真正看唔着人去啊！你甲看点头，比日本人较高礼数啦。啊，伊若真正有本事有才调，伊也就安尼啊。是讲也好啦，这摆以来哦，我拄好有机会替咱阿丽出一口气。做代志讲还讲，事还事，家己爱较有责任。我知啦，你放心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
丽，阿丽，你知影我有偌想你无？你莫搁讲白菜话啊！我袂搁相信你啦。你一定爱相信我啦。敢讲，若我甲你跪是无？那安尼，我甲你跪啦。你起来啦！你莫搁落头安尼啦，够袂见笑的。阿丽，为着你吼，我唔惊人甲我笑啦。你唔惊？你唔惊？我足惊的呢。半年来，我互讲偌济应该话咧。你即马搁来遮找我，你是要互我到什么程度，你才欢喜啦？阿丽，我唔知影这半年来你受这么济委屈，无安好无？我破心肝，我甚至是来报偿你。想要保障我，半年前你就应该来啊！诚心诚意，你去给我开听啦！阿丽，阿丽，你搁听我讲一句好无？阿丽，这半年我去了总公司派去菲律宾，我连厝都无法度转去啊！我哪有法度来找你啦？搁再讲，我顶礼拜要调转来台湾，我就时间来找你啊！假使若安尼，你也搁唔原谅我，我也袂怪你。正啥？你讲的是真还是假？我有代志，我要来走。阿丽，我是真心爱你的啦。阿丽啊，安怎？你哪也唔困？你看，老进展。伊今仔有来找阿玲呢。阿母讲吼，叫我莫互阿丽知影。杨姑啊，伊嘛去公司找阿丽啊。真是的。阿丽态度安怎？我嘛唔知讲阿丽啊，伊心肝啊是安怎伫咧想。杨姑啊，互我的感觉讲伊即阵来的目的，伊毋是纯粹讲单纯来伫看阿丽，伊啊是财团派来的代表，有可能甲咱公司有关系。哈，伊毋是专工来看阿丽哦，伊是另外有目的，是时煞来哦。这种人就莫插伊就好啊。话毋是安尼讲，我看毋是遐尔简单。俊宇，啊无你是安怎啊？奇怪，平常是啥物款人我都毋惊，是安怎我看到伊心肝煞安尼重重？哪会安尼？没啦，我看吼，伊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，无亲像你讲的遮厉害呢。莫想遐济啊啦。希望是咱看毋到。那安尼，我甲你跪啦。你起来啦！你莫搁落头安尼啦，够袂见笑的。阿丽，为着你吼，我唔惊人甲我笑啦。你唔惊？你唔惊？我足惊的呢。半年来，我互讲偌济应该话咧。你即马搁来遮找我，你是要互我到什么程度，你才欢喜啦？阿丽，这半年我去了总公司派去菲律宾，我连厝都无法度转去，我哪有法度来找你啦？搁再讲，我顶礼拜要调转来台湾，我就时间来找你啊。凊彩讲这半年无来找我，是伊调去菲律宾。啊，毋过嘛毋知是真还是假。袂用，我袂搁再相信。
阿丽啊，阿丽也无你困起来食咧，啊？啊，你明仔载敢免上班？哎呀，阿母，啊你若感觉一半走起来咧？哎呦，心肝头做做啦，想要起来啉一杯茶啊！你是有啥代志是无？阿母，迄老正在今仔有来公司找我呢。啥物？伊下晡来找只我甲好出去尔，结果走去公司找你，吼，这是傲大呢，靠！搞激死去啦！阿母，你莫生气啦，你遐大声，钱仔因会爬起来。我哪会袂生气啊？这半年伊无来，敢高高甜，厝内平静平静无代志，啊，即摆过来你高高甜，你袂气？啊，去公司找你，你甲伊讲啥？我也无插伊啊。你拢无插伊？哎，若过去找你咧，你会插伊无？我袂去插伊啊啦。我才唔信啊！来，你来恁老爸面头前，就大讲你以后绝对袂插伊拗大的。讲啊！阿爸，我祝托，我以后袂搁插迄老正在啊。安尼你着爱记哦，你伫恁老爸面头前讲啥物话，吼？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顺义啊，阿母，顺义啊，啊你问阿妹加困一下，要甲带去倒？无啦，阿母，我是讲吼，透早空气较好，我就带出来行行。爱记哦，毋通行伤远，上远到古井边仔就好。好啦，啊，偷偷行嘿。过来。二仔二嫂，高早，阿母，我来上班喽。下无，阿丽啊，啊你公司敢无人通来替班？有啦。啊有就好啊，打电话问成请假几工啊？等遐后人走，免当要高高甜。啊，毋过，啊无安尼啦，阿母，你皮包甲我摕咧，我甲二仔二嫂去行行好无？好啦，啊较早转来哈。是啊，我确实改变真多啊。以前啊，咱踮咧社会上顶佚佗，但即马对这个社会代志，我也看甲足清楚。对人生中的看法，确实让我改变真多。较早啊，想讲一个查甫囝出门学钱都爱摕较济，死爱面子。啊，即马咧？即马当然无共款啊，即马有你啊，搁有咱囝，人生中对我来讲啊，已经真满足啊。即马钱甲面子对我来讲哦，拢无重要。米啦，你相信我，我后不三时哦，拢会当边安尼陪伴你，陪伴到你老，啊，到我老为止，吼。哎，到这动了，阿母有交代，讲哦，咱绝对袂去超过一卡古井。你哦，你若自细汉哦，就听恁老母的话就好啊啦。米啦，讲实在，你即摆一个大巴肚，愈看煞愈水。你哦，这个嘴遮尔甜啦，我才会互你怪。慢慢的，你哦，唔通安尼学白讲。你啊，这口钱哦，哪会当甲以前共款出钱，毋知要偌好咧。安尼啊，这卡古井哦，阿爸有讲过，讲这卡古井哦，是天赐互咱了解。我相信讲有一天咱了解，佮兴旺起来哦，天公伯哦，绝对会佮这卡古井的水互咱。阿妹啊，我想讲安尼好无？
后摆咱囝若出事哦，这个名我来甲号，有甲这卡古井有关的，好无？当然好啊。嘿，毋过你哪会知影？我囡仔生出来一定是查甫的。这阿嫂，你去定期检查就知影啊。免，凭我的感觉哦，比迄医生咧用迄款超音波哦，搁较准啦，绝对无毋对的啦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死心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惊，笑笑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会当安怎？无情人。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看把伊人，目屎好干，唔通留半边好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你，你无欠。